一些邀请我们人员单第二圣堂由卢志岳老师所指导的人员国乐团，以及我们严玉坤老师为我们带来心经的独唱。那这首心经呢是由卢志岳老师编曲，由我们严玉坤老师来献唱。那现在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徐老师手底下的成员国乐团以及严玉坤老师。Thank you.